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我们今天来光华女中，然后的国中部，我们要帮双子星做一个请问你在干嘛？媒体试读的活动，然后我们就跟着我们看下去吧。走了，拜拜。你们知道怎么就是看假新闻吗？知道，就是要查看日期，对，要去查证。那就是最右边那个妹妹，你说你对，你之前有去那个双子星参加过活动，对，那你觉得好玩吗？超好玩的，而且那个跟你们说副理很好，像芝麻姐姐超漂亮，而且她人很好然后家珍姐姐讲课超好看。那协理帅不帅？啊？协理帅不帅？家长分享今天的内容吗？会，你跟他分享了什么？分享吗？明天芝麻姐姐、家珍姐姐要来耶！那之后如果那个家珍姐姐再讲一次，你还是会认真听吗？对，她讲100遍。好，那今天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将光华女中媒体试读大成功。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各位。